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7年，禍港7年，令到市民怨聲載道。我哋就曾蔭權任內各項政治民生嘅政策作出總結。先講下政治方面，曾蔭權喺橫空出世嘅問責制之下，毫無準則，用人唯親，包庇護短，令到公務員軍心散渙。曾蔭權喺07年連任之後，隨即改組政府架構，將3司11局改為3司12局。破格提升前新聞處處長邱騰華出任新成立嘅環境局局長，同時有大量擢升親信同公務員出任問責官員。到2008年中，宣布擴大政治問責制，委任大量來歷不明嘅人士出任副局長同政治助理。佢哋陸續履新，暴露出曾蔭權根本未有就有關嘅政策作出仔細嘅籌劃。傳媒發現多名獲委任嘅副局長同政治助理，原來都係持有外國護照㗎，而且薪酬又唔合邏輯咁高。呢一批外來嘅異物同公務員系統格格不入，職權模糊，在位嘅高級公務員無不怨聲載道。同年10月，曾蔭權喺施政報告中提出為高齡津貼引入資產審查機制，即時惹起民憤，長者紛紛指責佢欲老虐老，最後喺強大嘅民意壓力之下，先至被迫放棄建議。但係就喺09年嘅10月，曾蔭權喺施政報告當中又突然提出向全港住戶派發現金券，購買慳電膽。但係及後就俾人發現佢嘅姻親同樣係代理慳電膽㗎，結果惹起公憤，計劃亦都胎死腹中。種種事蹟都反映曾蔭權個人能力不足，令到700萬市民喺過去7年生活喺水深火熱當中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